沙田至中環線，簡稱沙中線，全長約17公里，喺香港境內跨越多個地區嘅策略性鐵路項目。整個項目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係將現時嘅馬鞍山線由大圍經東九龍喺紅磡連接西鐵線，而第二部分就係將現有嘅東鐵線由紅磡伸延過海，經會展到金鐘。香港特區政府喺2008年3月批准港鐵公司以服務經營權模式就沙中線展開進一步嘅規劃同設計工作。呢條新鐵路線會連接多條現有嘅鐵路線，形成兩條策略性鐵路走廊，分別係東西走廊同埋南北走廊。東西走廊係由而家嘅馬鞍山線大圍站伸延到東九龍，再到紅磡，連接西鐵線，形成鐵路嘅東西走廊。而南北走廊就係喺現時東鐵線紅磡站延伸，經第4條過海鐵路隧道去到金鐘，貫通港九新界。新線落成之後，來往九龍東、新界東同埋港島區嘅交通時間將可以大幅減少。東九龍區特別係土瓜灣、新蒲崗、啟德同埋九龍城一帶，一直欠缺鐵路網絡，居民只可以依靠路面交通，令到該區嘅交通經常出現擠塞。沙中線通車之後，可以令到呢個情況大為改善。全線總共有6個轉線車站，有咗呢啲方便直接嘅轉線安排，可以令到鐵路系統環環相扣，四通八達，提高社會同埋經濟效益，舒緩路面交通嘅擠塞情況之餘，仲可以改善環境，促進旅遊發展、舊區更新同發展，創造就業機會，同埋提升鐵路沿線物業嘅價值。沙中線總共有6個轉線車站。現時已經係東鐵線以及馬鞍山線轉車站嘅大圍站，日後會進一步成為東西走廊同埋南北走廊嘅轉線站。日後乘搭東鐵線嘅乘客都可以喺呢個車站轉車，方便快捷咁到達東九龍。而馬鞍山線嘅乘客亦可以喺大圍站轉車過海到港島。作為日後觀塘線同沙中線嘅轉線站，鑽石山將會成為東九龍嘅鐵路樞紐。日後由馬鞍山出發嘅乘客唔需要再轉乘東鐵線喺九龍塘站轉車，就可以直接去到鑽石山轉乘觀塘線，到達觀塘同將軍澳區。觀塘線嘅乘客亦可以利用鑽石山轉乘沙中線北行到新界，或者經紅磡站去屯門。配合鐵路工程，港鐵會擴建鑽石山站，增建月台，為乘客提供方便嘅轉車安排。位於前山谷道村嘅車站係未來觀塘線延線同沙中線嘅轉線站，何文田同紅磡舊區嘅居民就可以用呢一個站前往港九新界各區。沙中線落成之後，紅磡站將會成為連接香港東西南北鐵路網絡嘅一個重要樞紐站。無論係乘搭東西走廊抑或南北走廊嘅乘客，都可以喺呢個站轉車。位於灣仔北嘅會展站，會係日後北港島線同沙中線嘅轉線站。第日去灣仔海旁附近一帶嘅設施，就會多一個更加方便嘅交通選擇。南港島線東段同沙中線落成之後，金鐘站就會成為港島區嘅鐵路樞紐站。到時港島線、荃灣線、南港島線東段同沙中線嘅乘客都可以喺金鐘站轉車。除咗呢6個轉線站，沙中線仲包括顯徑、啟德、土瓜灣同埋馬頭圍站。呢啲新車站能夠令到現時未有鐵路服務嘅地區都可以享受到方便快捷嘅鐵路服務，
對於呢一啲地區日後嘅發展將會有好大幫助。沙中線大圍至紅磡段預計喺2015年完工，而紅磡至金鐘段就會喺2019年完工。港鐵公司會盡力令沙中線嘅規劃同設計更加切合社區嘅需要。